好，今仔日要对1639年11月初一开始吼，11月敢若记4天尔吼，所以咱11月诚紧就读了。1639年可能我咱诚紧就当读煞吼。11月初一无代志，嘛无芳船或者是船只出入。11月初二，快艇 Waterloosen Wolf。快艇 Waterloosen-Wolf 号又搁转来到北冰沙洲下面遮，因为有透强烈的北风，无法度前往网港。今仔日即个热兰遮城堡车壁吼，车楚楚的壁吼，斜壁吼，迄4个圆堡，车壁迄4个圆堡，以及伫即个城堡西北边取代半月堡。半月堡吼，半月堡，阿姆蒂，可能是迄个半月堡的名啦吼。就伫咧即个我个对头对个定即句个定来吼，以及伫咧即个城堡西北边取代半月堡阿姆蒂而建造的迄个灵堡，以及迄个新起的各城的2个灵堡，以及现在犹搁咧建造中，伫咧迄个山坡顶头新的碉堡，拢是由长官 John Vandenberg 阁下以正式的礼仪甲伊号名的。迄4个圆堡号名做 Delft、Rotterdam、鹿特丹啊 ，Rotterdam、Horn 和 Andruisen 哦，这4个。这城堡的迄个灵堡命名做 Amsterdam 哦。其他3个灵堡依次以早的名，以早咱就早咱伫一开始读的时阵，就读到伊做4个灵堡，因荷兰在对4个地名吼来号。即个各城的灵堡，号名做 Holland、Gelderland， 伫咧山丘山坡顶头迄个碉堡是号名做Utrecht 或者是 Utrecht。11月初3，较长一撮啦吼。我上帝，你可能听到我伫咧吐血吼，歹势，我今仔日看医生，我昨胃酸过多。人无爽快吼，今仔日看医生，结果直直车霜，直直吐。今仔日对日本派来今年的第一帮船大船班达号，真意外，顺利平安来到遮吼。哇，即个班达是毋是进前等遮久等袂来迄只吼 ？OK， 停泊伫咧北边迄个停船的所在是伫咧顶个月10月27号航离日本的，顶个月10月27号，安尼足紧的啊！哦，伊本来是要对巴达维亚要来台湾，结果拢一直无来，可能直接驶去日本啊。啊，10月27，即摆11月初3嘛，几工前尔。哇，速度遮紧！3、2、7、2、8、2、9、3、3、1、2、3、8工，就来到台湾吼。运来15万两日本丁元是由议长法兰斯卡隆吼所装上该船的。另外呢，还佫运来4万的迄个银角啊吼 ，Rigid 哦，这个字我根本袂晓读吼 ，RIJCX 吼，即寡注音安尼连做伙是安怎读 ？RIJCXD 4个注音 AELDERS 吼，我袂晓读啊吼，4万的迄个银角啊吼。咱之前敢若讲一个银角啊，敢若价值诚济呢吼。我袂记是2号吨还是偌啊不，应该是2里的款吼。8万，佮另外是89000磅的盐，2000磅的荷药，293两半的日本丁元。即寡是对巴达维亚所载来吼，航越台湾
运往日本，然后再再一次运来台湾遮吼，算驶过头，即嘛越头转来个再转来台湾吼，是航越台湾的物件吼。对议长即嘛即个议长是叫做卡隆吼，我毋知影伊原文是啥吼，伊嘛无注考，我嘛毋知要怎念。卡隆咱就读卡隆啦吼。对议长卡隆写予长官 John Vanderbilt 阁下的书信和其他的物件，知影讲，阮的世仇吼，就是阮的元首人啦吼，葡萄牙人有2只大篷船已经驶到日本，伫遐受到日本人比旧年搁较大的挑战吼，只敢若允准因和因的厝里的人交谈，毋准因和其他日本人讲话吼，甚至呢是连一斤的丝、一匹的因早期真水的即个丝制品，拢毋准因来卖吼。因必须要真伤心、无所作为，甲即寡货物载转去，而且还阁完全拒绝因去日本交易。无论何时，如果阁再去日本，货物将会被烧掉吼。会不收着掉来烧掉吼。总讲一句，就是为了因伫咧日本的所有的造物，阮必须要相信，并且感谢万能的上帝吼。所以日本人个对即个荷兰人诚好吼。日本有一个学问叫做兰学吼，伫迄当，我毋知是即当阵还是搁较晚吼。应该是即当阵啦吼，就是日本人即个西方咧学习的时阵，主要是就是荷兰人，透过荷兰人吼。我看 Google 看会到的吼 ，Google。兰学吼，兰学啦吼，伊基本课有即条吼，咱来看一下好啦吼。兰学记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即嘛就是啊，我记得即嘛已经是托古卡瓦时代吼，德川家康啦吼，德川家康啦吼。日本江户时代经过荷兰人传入去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里面的意思就是荷兰的学术，引申会当归说做西洋学术，简称洋学。兰学呢，或者洋学啦吼。兰学是一种透过和出岛的荷兰人交流，出岛是因伫日本，敢若是伫那个萨基的一个外口一个岛吼。兰学是一种透过和出岛的遐的荷兰人交流，来由日本人发展而成的一种学问吼。然后，互日本人伫咧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的时期，就是1641哦，一直到1853吼。1641的时阵，就是已经荷兰人就已经要离开啊呢。OK， 所以伫咧即段时间呢，会当了解伫因锁国的时阵吼，会当了解西方的科技、甲医学等等。借着兰学，日本会当学习到欧洲伫咧迄当阵科学革命所达到的迄个成果，所以甲日本早期科学的根基就是安尼拍落来吼。这安尼嘛有帮助伫咧归说日本对1854年开国了后，会当真紧就成功推行近代化的原因，就是明治维新。伫明治维新搁较早有即段兰学的即段时期啦吼，算有即个基础伫吼。好，咱大家遮就好，你有兴趣再去看啦吼。因这落长咱无可能今仔日读这几篇啦吼。好，咱转来日志遮。等下兰学的几个主要人物小认捌一下吼。
应该有介绍才对。咱学内容：物理学、电学、医学。咱学的学校，即个人咱拢捌听过。好，安尼我就来讲，啊，有兴趣你再家己去看吼。好，咱转来日志相对呢，咱公司的事务确是真称心如意吼。拄则讲吼，日本人对荷兰人毋知为虾米特别，算对因较客气吼。今年对此地所派去遐的所有的船只，感谢上帝，全部拢平安到遐吼。迄个班卡岛就是德冠商人吼，对迄个白色的青丝以一打294两银的价钱买去。对迄个西西以一打463两银的价钱买去，迄个黄丝一打卖到313、200含268两。东京的青丝卖到296两，迄个双面雕花镜菱有斑点的卖到银6两2钱6分，刻花的西菱卖到银3两2钱9分。素色的西菱卖到6两2钱7分，天鹅绒卖到10两5钱3分。我手机啊拄一声 ，OK。天鹅绒卖到10两5钱3分，9两1钱6分，甲6两6钱7分。素色的布西卖到2两1钱7分，蝴蝶卖到3两5钱2分，素色海黄卖到2两5钱，银缎卖到4两5钱2分，绿皮卖到比旧年价钱较低。上顶皮每100张42两，中顶皮31两，下顶皮15两，水绿皮100张75两。水绿皮比较贵哦。山羊皮9两7钱5分。板大号出航以后第5天，还佫会有5只船只倒去出航，每一只拢载有15万两丁银。迄寡船只就是 Breda 号、Patton 号、Otter 号、Vliegen de Hart 号和 Broku 号。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平安来到遮。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打到载石号来到遮，嘛有一只空船出航前往厦门，载有30个人。好，11月最后一天，11月初4。无重要的事，人过。好，过来是，所以刷来日子是跳跃啦吼，所以我拄则想讲11月敢若到4号，11月佫有另外即2、3、4、5天啦吼，11月6号、7号、8号、11号甲24号吼，咱来看。11月6号，初6，伫咧台湾办公室所写的日志订录，1639年11月初6到1641年1月24，以及1640年1月24到1641年1月25。即个订录，我一直有时看无为虾米伊会出现即种订录，甲一寡物件拢订录写做伙安尼吼。好，咱继续看啦吼。因为1640甲1641年敢若有日记的订录，所以无逐工记就对啦吼。所以咱佫让变成这几年这2档佫读足紧的吼。即寡订录主要是讲船只活动甲所载运货物的情形，因此对迄寡写好总督甲东印度议会批容必须要
补充信息，即寡补充的信息接伫迄寡批信发送去巴达维亚的日记的后面。1639年11月初6，牧师 Robert Junius 为了班达号对日本带来好消息，向上帝献上感谢的话，因暗嘛为此发炮塑像，就是为着班达号安尼带来好消息讲安尼葡萄牙人的歹消息啦所以呢放炮庆祝并且点到胜利的火焰胜利的火焰，还有其他表现欣喜欢乐的活动开 party 啦欢喜甲啦算冤受人的痛苦就是阮的欢喜安尼。11月初7，特赛Nicholas 库库巴克对今年9月15号来台湾以后，一直到今仔日拢留伫遮里视察公司人员，佫会记无？库库巴克对巴达维亚来遮巡查啦来遮巡啦巡看四过巡啦一直到即嘛来2个月免2个月对一切拢表示满意伫今仔日坐便推船 Reach 号啦已经互重新已经定该装桅杆，并且修理好势佫会记得讲，即只 Reach 号拄着暴风，规个桅杆拢拍麻长所以即个咱迄个特赛库库巴克真满意所以今仔日坐便推船 Reach 号出航，要转去巴达维亚。即只便推船满载下日的航要前往巴达维亚，就是6箱四制品、700箱砂糖、500桶灰仔、5个茶桶的鸭头，毋知啥物件又是后壁过说是黄色的颜料色料啦黄色的色料，2包东景的丝，总价值是48000豪盾。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即寡好运以及上述的特赛阁下一路平安。11月初8。11月初8，俄罗上帝大船 Breda 号这是另外拄则讲后来倒迄只班达号来另外4只是5只船是。讲俄罗上帝大船 Breda 号和便推船 Peyton 号、Dan Arthur 号、Hedwig 的 Hart 号和即个 Blue Coat 号拢平安来到遮咯。即寡船只伫本个月初1结伴对日本出航前来出队。今仔日初8嘛是使7天7、8天，所以迄当阵，我感觉安尼诚紧呢。我记个。毋知有记毋对我记迄当阵汽船就是日本时代的汽船可能记毋对啦，可能无遮济。我想讲一礼拜可能毋免。你若说篷船，伊靠风力7、8天就够啊，无可能讲汽船爱驶一礼拜好，咱继续看。有机会或者是各位若有看到即个信息，你早分享者看日本时代迄个汽船就是已经是用迄个蒸汽机咧放无，迄当阵无电脑已经有引力啦当然较晚期了即寡船只伫本个月11月初结伴对日本出航前来出队，再来900箱的日本丁元，每一箱载有。每一箱装有1000两银，每一两57个 Stuvers 啥物件 ？Stuvers 是荷兰的银角20个 Stuvers 是1毫吨1毫吨咱较早捌讲过，敢若毋知几万箍台票袂记所以20个1毫吨所以这是较水对议长卡隆写互长官万德伯阁下批信，知影讲公司伫日本的状况
油源继续良好，所有的硒甲大部分的硒制品拢是以约略，毋知影几拍吼，空白无写，几拍的利润袂掉，因此公司会得到真好的利益。因即种批吼，像即只拢无写即批内容，我相信因批完了保存到诚好，拢有留来做记录吼。因为伊下底注脚有写即张批的编号，什物 VOC1131吼174-184安尼吼。其实荷兰人留落来资料吼，真正是几处经吼。几处经就是迄个资料，我听讲资料拄啊，几啊拄啦，毋知几拄我袂记啊，几啊拄就对了吼。伫个即嘛可能是莱登大学款吼，所以你若即嘛叫做要研究台湾荷兰时代历史的吼，我去遐吼。所以咱读的基本是足够啊！你若有机会伫个书店还是图书馆看的，你就知影基本是足够的吼。荷兰野生日志，一本两本吼，顶个2本，还是3本，我袂记啊吼，大本就足够的。啊，这不过是迄个几啊图的即个资料夹啊，其中的几本尔吼，你就知影资料偌大吼。好，11月11。今仔我11月12落长哦，咱来看卖啊。11月12，今仔日对一只来自西南沿海的澎船遐接到一张生理人韩文写长官万日报阁下的批信吼，逐句来翻译如下。好，咱来看即张批吼，即张落长就是因为即张批写互长官将万日报阁下对。载几项货物去互国下的船主加州的澎船，阮接到国下的来批甲个令，知影讲国下只要是新的含好的货物，吼，只敢若要伫新的甲好的货物吼，其他货物无爱滴吼，算歹无爱吼。而且恁会以好的价数来支付吼，生理人拢毋同意。讲去年因敢若得到2%半的利益，讲利润2%半咧，讲遮低，迄是真少吼。而即嘛，阁无够2%，所以因拢来找我理论讲，我是一个讲白贼的吼，用白贼咧欺骗伊吼。因为我对因讲过，讲伫遐存有够额的现款吼。却发现讲，伫遐并无够额现款，因此互因变成无利可图吼。因为因已经有先纳了真侪现款出去吼。即个代志四个团吼，传到官员一关的即个耳孔吼，一关的陈其良，伊对此非常震怒，非常生气啦吼，大生气。生理人拢设法要加趁一寡，但是阮。袂当拢照因的要求，但是咱拢袂当照因的要求来支付吼，这是真实的代志吼。不离个生理人若要远渡海洋去交易，所一着的嘛是要趁钱啊吼，一着嘛是要趁钱。国下对即个代志若会当正直合理来处理，就会当长期来进行交易。对国下的个人看到讲，国下所要伫的布匹拢爱较长较快，吼，色水也较好吼。即寡代志，生理人拢知影足清楚吼。但是伫国下的个人送来处地以前，生理人拢已经北方来订做各种的布匹啦吼。就是咧早就已经拢订多拢落啊吼。即嘛是。如果讲即嘛国下毋肯来收买即寡货物，因即寡货是要安怎？是要因嘛已经无钱去收买国下所需求的其他新的货物，因此呢，现在已经最好放伫咧仓库里的货物，请国下伸出你援助的手来
来收买一寡好物。等到末年，迄当阵若是讲在去的好物无国下的需求吼，就会当无接受。到时阵，生理人若看到无符合的商品吼，无符合的商品，因嘛袂收买。安尼，生理人就会看到讲我讲的话是真实的。现在生理人拢伫咧丢毒吼，惊讲国下惊讲国下袂接受因的好物，这是最近无准食前往台湾的原因。伫旧历的第9个月，我去过安海，鼓励所有的生理人前往台湾。虽然有几个啊记恨吼，但是这个记是啊，这个记读做忌讳的忌吼，记恨这读是读啥物我袂记吼。虽然有几啊记恨我的人吼，一贯讲了我的歹话，阮已经设法互阁下满意咯。早者啊，有够艰苦的，读袂出来。记恨的记吼。伊即个字是禁区啦，哇！我即读禁区就知影，会晓读禁区，啊读记恨袂晓读吼。OK， 禁区的区吼，嘛当读做记啦吼，万多万分吼，期刻最忌吼。忌日吼，最忌就大概知吼，即最忌就读忌，啊禁期读期吼。啊，所以伫遮呢，虽然有几个啊气氛，等下我看一下即个干字典，气氛万分读做忌啦吼，万分读忌。虽然有几啊欺负我的人，一贯讲了我的歹话，吼，阮已经设法，互伊阁下满意。生理人拢已经答应讲要甲因的好物装上船，并且已经开始咧装船，因此伫咧1个月内会当到台湾遐吼。阁下所送来布匹的所有的样品吼，三不如已经交互几啊生理人去工厂生产咯。关系到必须爱较快一次啦，较长一次啦吼。这啊以后才有法度做会到吼，无法度赶伫咧派船前往巴达米亚的时阵去生产出来啦。一旦等因载过来，就会送去互阁下吼。迄寡阁下所送来飞仔的样品已经交互朱熹吼，朱熹毋知啥物人吼，即个人名，伊已经伫咧生产吼。今年对此地航往日本的篷船吼，拢已经转来了吼。今年葡萄牙人有一只大篷船伫咧南澳失事，嘛有一只伫咧北平的昂秀，即毋知啥物所在吼，来失事。所以只有2只大篷船驶到日本，伫日本阁无去互日本皇帝所接纳，因的好物拢无法度通卖掉吼，互因。命令因离开，伫即个情形对公司是真好的代志，是万能的上帝安尼安排的吼。因此公司会当得到真大利益，对此阮感觉非常的欢喜。阮相信讲，嘛希望讲，本个月船只会当对日本来到台湾，敬祝阁下夫人以及阁下高水的囝儿身体健康咧。所以即个蒋万德无因规家口拢伫台湾遮吼。身体健康吼，阮袂当日常见面，却也真希望要听到大家的消息。阮借此阁下致敬致由衷的问候问候还是问候早者吼。问候吼，
写伫个国王的政府，应该是迄项崇祯啦吼，明崇祯皇帝写伫崇祯第12年第10月第10号第10日吼，就是1639年11月初4，署名是含冤，所以这含冤是迄当阵荷兰人做生意最重要一个人吼。但是伫个历史上无即个，咱查袂到即个人吼，是哪人吼？查袂到即个人，所以一直以来吼，即个汉文拢是写做用罗马字写吼 ，HAMBUANGH 吼。好，11个11读煞，11个利息。11个利息。稍等下吼，好 ，OK。11个24，变做迄阵 Dan Anger 号和 De Groot 号来到遮，指挥官 Matthias Quast 同船前来，伊率领即寡船只，为着要去发现传说中伫个日本东部的金银岛。哦 ，OK， 这个叫做 Quast 吼 ，Matthias Quast， 伫个今年6月初2自巴达维亚出航前往遐，伊报告讲，经过长久的舟车甲漂流吼，无法度找到任何重要的线索，因此呢，伫个 Dan Anger 号送信21个人吼，就是因坐只船叫 Dan Anger 号，另外一只是 De Groot 号送信20人，又阁有真侪人破病了后。所以必须要伫个10月25号，无任何修复的情形之下，转来到遮吼。金银岛失败吼，找金银岛失败，啊嘛亲像要知影金银岛伫倒位。1639年12月初1吼，12月其实记袂少工啦吼，3、4、5、6、7、10工。11月初1，变做迄阵William Hart 号航出港外满载了后，就要出航前往 Surat， 这毋知啥物所在吼。12月初2，长官将翻入阁下，互班达号、William Hart 号和 Broker 号的主管。下达开航的命令，讲一旦 Brook 号伫个该船还阁伫港内吼，一旦 Brook 号航出港外，因就要结伴出航，经过马六甲海峡前进吼。班达号要和 William Hart 号要继续航往 Surat， 而即个 Brook 号要航往 Coromandel。即嘛，伊拢无注脚，我毋知是啥物所在吼。长官阁下授权互班达号甲 William Hart 号的船长，伫个航行中轮流伫个大桅杆升旗，担任船队的指挥官。就是由 William Hart 号的船长叫做 Baron James Stuyvesant 先担任指挥官1个月，然后第2个月由班达号的船长，毋是拢无另外一只班达号的船长叫做 Aaron Peters Gross 担任指挥官，以此类推哦。即寡船只，即个推理其实敢若袂使读。等吼，我查一下即个。吹啦吼，因为我所知影是通读吹尔。
哦，有，下面顶有推的音吼。哦，对，推拿就是推吼，推。另外是体啦吼，体或者是阮的音是读做讨吼，讨时嘛吼。好，以此类推吼，就是讲遐船长轮流做啦，免好，指挥官轮流做吼。大概算咱华语叫做执行啦吼，执行官啦吼，执行啦吼，轮流做。即寡船只所在号码，过来是记下吼，真紧个念过。总价值是100万36号吨，其中有班达号和比利根的哈的号要载去苏拉的号码是35万1000两银。413000斤的砂糖，1280篮的冰糖，610斤的白色青丝，20000斤的白蜡，22000斤的冰环，3700斤的日本樟脑，5200斤的硫黄，311斤，311个精米的灰仔。其实我拄则头仔念拢甲无数拢去掉啊，无念起来太硬斗吼。比如讲，灰仔是311329个，我著读311000个安尼吼。总金额是100万号吨吼，无数拢去掉。其实我进前读嘛是拢安尼读啦吼，无这技巧我无经读甲小数点后壁拢读出来吼，太忝诶。剩诶号码有1963两，又搁6000重诶黄金。8万两的日本丁银，5000外的灰仔，8700外斤的白蜡，21000外斤的明环，总金额是30万外的即个号吨吼。安尼我以后拢加读一个外字吼，知影互大家知影讲迄是无数，我拢我简省起来吼。专门伫咧边头船布鲁克号顶头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即寡船只载运因的号码平安抵达目的地。目的地是倒位啊？应该是我拄则讲的是要航往 Surat， 啊，一个是要去一个所在叫做 Coromandel， 毋知啥物所在吼。12月初3，我拄则手机也袂记放咧边啊。要航往 Coromandel 沿海的边头船布鲁克号航出港外了吼，来该动班达号和维利根的号吼，维利根哈号航就是这三只同齐出航嘛吼。如上所述，布鲁克号要前往 Coromandel， 而班达号和维利根的哈号要前往 Surat 和波斯，愿万能的上帝保庇因到遐吼。1639年11月初7到12月10号的情报资料，明明后壁好，情报资料咱看卖啊，后壁佫有写几啊工，但是即只就开始写情报资料吼。11月初7到12月10号，毋是到12月10。毋是到，我是讲是到后一个月，是顶个月到即个月10号吼。情报资料，因为11月11号所收到的韩漫的内批，以及最近几个月的演变的情形，张官版就无阁下认为讲日本市场会充斥着西甲西制品吼，充斥。读做冲天啊，这应该是华语啦吼。咱来看一个啊，大理大书店有收即个书无？冲刺无吼。我查一下刺的音，咻。刺读做铁吼，冲铁，这是
空字辈吼。张官版入国下认为讲日本市场会冲突着丝含丝制品吼。葡萄牙人一直到最近拢伫经营这项贸易，但是已经无法度继续伫日本贸易。伊认为讲直接含一贯交涉中国含台湾的贸易，并毋是正确的方法。这是啥？韩漫所毋是，是即个张官版的国下安尼认为啦吼，认为讲直接含一贯来交涉西纳含台湾的贸易，毋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安尼会互公司的姿态变较低吼。上好是由西纳生意人像韩漫来做即个中人来交涉，交涉的涉是安尼读起。交涉的涉，对 ，SIAP 第八声吼，交涉吼，我读毋对，写条毋对去，交涉，就是咱莫直接含即个一贯吼交涉啦，上好迄个中人华语中间人吼。中人来交涉，一贯渴望得到阮吼，就像阮，就像咱公司渴望贸易安尼，而且一贯也毋是掌管者吼，因为最近有一只胖船载运50吨黄金含25担，要运往日本的死，互金门的官吏没收去，因为无申请通行证。最近对西纳进来台湾的高官本来无拍算承租博缴的权利，后来伊准备要为此每一年来缴纳620，其他的生意人拢极力反对出租这项权利，因为迄寡住伫台湾的西纳人真有可能会摕大生意人所委托因的资金去博缴。伫马尼拉也无公开博缴的吼。只敢有伫咧西纳过年前后的10天是例外吼。这只真趣味吼，讲到这博缴的代志。算今仔日这个情报资料，这最后一段是讲到博缴，讲最近对西纳前来台湾的这个人，高官应该是一个西纳人吼。本来因为无写汉字，是写罗马字高官吼。本来无拍算要承租博缴的权利，后来伊准备要为此每一年要620吼。其他生意人反对，讲哇你伫遮无条件安尼，即寡生意人，即寡住伫台湾即寡西纳人吼，万二九仔资金摕去博缴，输去代志大条吼。所以反对，而且讲伫马尼拉是西班牙人的所在呢？为虾米忽然间举即个马尼拉做例吼？讲伫马尼拉嘛无公开博缴吼，只敢若伫个西纳人咧过年前后10天是例外，前是较前可能有可能吼，前后10天吼要过年啊吼，开始博。我毋知即摆伫台湾是毋是阁安尼吼？我细汉的时阵吼，只要是过年前，可能只过年前就开始啊，真正过年前就开始啊吼。一寡查甫人就开始博缴吼，可能毋知啥物所在，就开缴间，家己开缴间，空房间开2-3间，就开始伫博缴吼。过年的时阵，伫咧即个阮庄头的迄路边树仔骹，就踮遐就缀王叔唱啊吼。我毋惊警察掠，因为逐个知影警察即人阵袂来掠。公开博缴吼，逐个拢知影讲即阵会使。公开无合法，但是公开播吼。当然，即嘛警察可能较袂去掠，用你家庭的爸妈触你啊，应该较袂去掠啦。好。12月10，咱继续读
10:17。Breda 号、Patton 号、Dan Arthur 号由指挥官 Martis Quast 率领，对此地出航要直接前往巴达维亚。满载下列号码，就是大船 Breda 号载有143000外军的沙场61000外军的护照50000外军的苏木94000外军94000外的飞亚283艘日本的插漆器应该是插器2个镀金的箱仔和54匹双面的花缎。便底船 Patton 号载有337000外军的沙场70000外军的护照71000外的飞亚22000外军的苏木。便底船 Dan Arthur 号载有69000外军沙场21000外军并汤12万外军的护照116000外的飞亚1000外军的阿套，就是黄色的色料。这挂号码总价单是25万1000外毫吨。愿万能的上帝带领这挂船只一路平安到巴达维亚。12:16。快艇 Clean Brandon， 哎，开一下门，我靠声。12:16，快艇 Clean Brandon 号航往南方，要去粤港、淡水和打狗，甲其他的所在。好好来检查所有船只所有渔船要看是毋是因有摕阮的通行证并且要留伫遐继续来检查迄寡渔船，一直到即个掠鱼的季节伊是指掠，这个是乌鱼吧？那写鸟鱼，应该是乌鱼乌鱼掠乌鱼的季节结束避令公司不得被无通行证的新仔人进来掠鱼就是要防止啦防止迄寡无通行证的新仔人走来偷掠鱼嘛会当阻止其他人毋来台湾，就爱前往新仔去爱互伊确实来缴纳1/10的渔税伫个11:21号对避难转来到厝地的士官叫做 Julian Smith， 今仔日率领10个士兵搁再出发前往避难，命令伊爱甲住伫遐的下设上员讲，下设上员叫做 Martin Wesley 爱甲讲，爱带领一寡士兵，加上一寡自愿的避难人，和伫个避难管辖之下的即个 Monos 村庄的人Monos 会对注脚写讲伫台东市附近讲加上一寡自愿的避难人和 Monos 村庄的人，伫个即个下设上员带领之下前往巴朗村庄。巴朗叫做巴朗是即嘛花莲县的吉安附近即个村庄伫个里闹的辖区呢。里闹，我今仔日伫个一张地图才有看到即个地名，一张敢若是听讲是美国人画的地图，内底有一寡地名，迄张地图，当台湾是细细啊，迄敢若是东亚的地图台湾细细啊，但是台湾有飘几啊地名东部有里闹，我有看到里闹但是这到底是啥物所在，我嘛毋知西部我记有后人有啥物后人毋知有打狗，有后人。好，咱继续看好，
mono 是纯种的人咧，因为和即个别人纯种的人会当差不多是讲相像的语言所以知影和相像，但是即差种一个是台东市，一个伫花莲的即个吉安乡即偌远啊！我早起我无啥物概念22分啊！吉安乡伫花莲市南边尔啦也是隔壁庄啦所以吉安和台东绝对是差足远的花莲管足路足长的长高型的。台东市安尼差不多偌远啊？相当是对彰化到高雄遮尔远结果遮尔远，结果因讲的话差不多因为这两庄的人讲话差不多，讲的话差不多，知影讲含家庄头的人要安怎来往，所以甲别人庄的人讲伊着被派去遐，为着就是要互因含卑南人结合起来，因为荷兰政府无介意互相有争执。佛罗摩萨居民就是荷兰政府无介意佛罗摩萨居民踮遐冤家继续生活伫咧敌对的状况之中为着要互别人搁较容易和阮交谈，所以伫批年甲学习常务员 Walton Wesley 讲莫甲全队的士兵拢带去别人遐只要带翻译的人去见因就好以免因为人数伤过多来甲因惊着同时爱甲迄寡士兵和居民留伫咧即个树林内以便伫咧需要的时阵，别人若想要采取敌对的态度的时阵，会当退转去遐12个，毋是12个20，派队长25分咱即几工啊，我等下我看一下，笔记有做无？16条笔记。好，咱即工甲读互煞12个20，派队长Johan van Dinga 带领20个士兵坐4只舢板，经过芒港前往华武人庄，要去遐来华武人是河尾遐要去遐验字，经过因讲毋通含迄寡大胆的倒外里人啥物所在？倒外里东落社就是即马彰化县的宝斗镇你若有加迄个王家英先生的 Facebook 你就会看到最近有一篇咧讲，我袂记有啥讲到宝斗讲即个宝斗即个地名你若有兴趣，再去找 Facebook 即个王家英看伊讲宝斗即个地名。东螺是就伫宝斗遐东螺社。讲叫甲因经过讲莫含迄寡东螺人结合起来。
因已经，咱来挂号看这个挂号内底写讲迄个当事人后壁有挂号，伊讲顶头是安尼写讲，因已经如顶面本稿个4号所讲的安尼，真凶恶来对待个死那拍拉的人吼，就是即个当事人啦去讲阮的人，讲阮的即个阮派去的即个死那的即个hunter吼，所以甲即个华夫人警告吼，毋通吼，你毋通含即个当事人结合起来。三对呢是爱像一个优良的盟友吼，热心袒护，就是热心来袒护着即寡有摕阮的妇科证去的即个拍拉的即寡死那人吼，爱去打击迄寡大胆的当事人吼，多我哩啦，我着读当了啦吼。啊，若是被发现讲违反即种情形，阮的军队就会第三遍去因遐吼，去因遐第三摆佫去的时阵呢，就袂像以早安尼来人面对待因啦吼。哇，这讲啊诚客气吼，其实是诚无人面吼，这一两遍拢去，厝拢烧放好烧厝的吼。好，第三遍会佫较恐怖就对啦吼。安尼放掉，恁爱较注意吼。希望借即个方法，会当互即个当事人，会当互迄个当事人伫迄个地区无法度来下落啊吼。什么意思？会当顺利进行吼。今仔日下列已经出租的公司管理，因为死那人互相斗气，表示愿意付出更较侪的租金，因此呢，重新标租一档，重新搁开标啦吼。结果如下吼。好，咱来看即个开标的即个结果吼。declare 所成，咱下底所念的即寡人名吼，拢是罗马字所写吼，所以我嘛是黑白念啊，我嘛毋知伊汉字到底安怎念吼。declare 承租台底，并且伫市场卖猪肉是300里尔吼，管理金就对啦，爱纳即寡钱啊吼，安尼你就会当念啊台底卖猪肉吼。高阳承租公司。因为11社所处理的即个新鲜的即个乌鱼是每一羔羊，这什么意思啊？头前迄是羔羊，拄好人名含即个后壁即个单位羔羊拄啊好相款吼。羔羊是重量的单位，差不多是30担。30担4里尔4有个8分之里尔啦吼，乌鱼啦吼，咁才俗。好，上义我袂读诶吼，上义承租公司因为11社所处理的生好诶乌鱼，每一箍洋是3有个1/8里尔。白骨啦吼，承租鹿仔肉。白骨咱嘛读做白骨，承租鹿仔肉是每一担5里尔半。腊菇含烧菇承租乌鱼子，每一担8里尔有个8/8里尔半吼，8有个8/8里尔。上义上义拄则有做迄个生好诶乌鱼吼。上义阁承租鲜仔麦仔酒11里尔半吼，每一箍洋。大罐的3是大罐的，3个细罐的计算做一大罐。这是你讲啥？毋知你写啥？好，日子读煞31分超过啊吼，咱笔记真紧甲看过啦吼。土马多菜吼，伫长老教会带圣歌队做台语礼拜，要满1年，加再有即个房间补充台语的词类甲语感，真欢迎你吼，土马多真欢迎你。伫个
台语教会会当学着足侪真优美的台语词吼，台语的讲法吼，是一个学台语教会上好的所在吼。绝对莫去学啥物草干六条迄歌吼，我但并拄着即种你教台语的，我着心内足切吼。即挂人毋是你教台语，是你害台语，或者是公开踮啊草干六条你讲台语，我感觉因拢是你甲台语，你甲台语带衰啦。我对即挂人其实心内无好感吼。过来继续，爸比讲我嘛是高中的时阵去长老教会，好，即个读过，咱过。顶礼拜教会我属2年的聘约，这个 OK 好，所以伫教会里服侍吼，好，安尼顶头叶车霜叶车霜对，叶车霜就是胃酸吼，叶车霜。另外是南澳吼，我拄则读过啊，都我阁讲啊。叶车霜的好小心吼，天阳兄讲的。胃酸，我今仔有去看医生摕药啊吼。好 ，OK。好，安尼咱今仔读到遮，来关房吼，感谢各位。为什物芭比人无看？OK。好，安尼我关房吼，感谢大家吼，咱明仔载再阁继续来读。